我今天先到这里哈。对，然后有一件事我要再提一次哈。我直接讲啦，反正这种东西我觉得重要，我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新观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这个一点是他没有理解到的，所以他才会推我追。那个时候我就是玩炉石嘛，我记得我忘记我玩炉石还是暗影，反正不管，反正我就是那天他在的时候，我 host 到别人台，然后那一台是他，那也是他有追的台，然后那一台的台主那一天我就 host 过去了嘛，然后我就看他玩，然后我就跟他开话，然后他那天话匣子就开，就是反正我那天也是第一天看他台，然后就那个台主就开始在讲说他可能之后不会再开台2年，他可能不会开台2年的时间。对，那假设那个时候我没有去 host 他 host 那个台主，那这个新观众也不会到那一台去看台，也不会听他讲这些东西，因为是我先开话的。那个时候的确是我先开话，因为聊天室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对，那个时候他那一台是这样子，然后他那一台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开台。我现在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反正以后他也不会出现了嘛，那我大概讲到这里。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永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你不管做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如果没有懂，你今天身为我的观众啦，你今天身为我的观众看了1年，看了2年，看了3年，你看了6年，你不会看6年，顶多看3年。对，年资的问题应该顶多看3年。反正你如果还是没有抓到这点，或你没有听过我讲过这种东西的时候，那很抱歉，你跟我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那拜托赶快滚。我最重视的就是人与人的互动。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就是有缘，那不就是用这个平台去彼此了解彼此吗？这个是我一直最坚持的一点。如果实况不能让我们彼此了解，然后彼此支持，那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干嘛。对，反正这个例子是我觉得还蛮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分享。对，那就这样。